在讲到黄山河方面，这大雨咧来，花莲马滩溪溪床的工程嘛已经停工。昨一个工地主任为着要先甲怪兽刷走，煞扣大水抢走。刚才透早有听到好消息，有救到人，已经送医。落落的水正错流，目睭看过规片呐海，受到连续几日天大雨的影响，花莲八达岸溪水涨悬。车白下晡传出做风沙坝工程的姓丁的工地主任，咧甲怪手司机撤离机区的时，连人挂车，互大水冲走。今天是停工的状况，但是因为这几天下雨就有暴雨，所以他们担心机具可能会遭受淹没，所以就请了工地主任跟怪手司机要去把那个怪手给移到那个安全的一个地方。警方甲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伫咧水尾的河林找到这台拢是涂满的吉普车。代志发生的时，60岁姓丁的主任看大水就要来啊，要透过无线电发出救援信号，也毋过信号就随断去。搜救人员撩水挖进车辆咧查的时，也发现异常的状况。里面没有人，但是他的那个车辆钥匙还在上面啊，车辆也打低档，表示这个可能是他在行进当中留下来的，但是已经没有人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确认他人在哪里。搜救人员佮加无人机斗找人，也毋过黄昏薄啊看袂清，佮加上溪水涨悬，也互搜救难度提悬。因为患者未处于河岸的沙洲泥泞区域，搜救行动一度受阻，及义消及民间友人冒险犯难，成功接触伤者。当时伤者意识清楚，身体虚弱。刚才拜二传来好消息，凤林消防人员表示，已经成功找到姓丁的主任，而且甲救起来，意识清楚，随送去病院治疗。详细救援过程，要待官方进一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